原出妈祖主神像，后壁下前方太阳宫妈祖神像，原村妈祖神像，到庙里面。太阳宫，弟子来学习。皇宫庙新供奉将军，开张圣神将圣将军。皇宫庙后殿主要供奉太仓圣地公的正神，还有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帝君，在这边拜，还有供奉太岁。地下前方太阳宫妈祖神像，本身妈祖。感恩妈祖慈悲，感恩众神慈悲。哦，有乐利街呢，哦，乐利街要1个钟头以后才到乐利街。
还是叫你。这款的，这款哇好吧，公园妈祖，这款高山新港奉天宫妈祖，下垂东太阳宫妈祖，今年北线桥，风气宫。很常对看。他列人心里，长虹红地宫，那个公园，北港朝天宫公园，新港奉天宫妈祖公园，后壁宫太阳宫妈祖软村妈祖，遇到的是太阳宫下宫软村妈祖神像，另外还有新义北线桥神像，明天就要绕，后天都要绕境活动，今日绕境活动。公庙同济宫、公园妈祖、祈安绕境，还有庆祝开张圣王圣绕境活动。哦，还有龙舟呢，龙舟信徒啊，信徒呢。要请神像去看雷州
中打鼓人，欢迎圣驾。各位哈，你不多花嘞，多花等一下嘛来。以上地方准备。啊，毋是讲要拜拜，等一下啦。天放很中。打方太阳光。再点出来。放表屏中，他放表屏中，他放表屏中，马上呈现北港朝天宫，农历3月19、20哦，3月10有绕境活动后，有那个炸炮哦。明天呢，还有后天要绕境活动。